国和中国在结束伫咧瑞士日内瓦的贸易谈判，杂志发表联合声明，同意续落来90天内调降两边的关税。中国福建的副美强最近用坐标名机来到台湾绕境，防止其是统战。刘宇辉强调，事先拢无收到因的交流申请。这个游客会来到垦丁国家公园捡这梅花鹿落来落角，垦管处特别公告，讲国家公园内面物件袂当乱捡，违规会罚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0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美国和中国10日结束伫咧瑞士日内瓦的贸易谈判，杂志就发表联合声明，同意续落来这90天内呢调降两边关税。根据着这联合声明的内容，这双方减关税115%，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关税对目前的145%降低到30%，那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关税是对目前的125%降到10%。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日瑞士日内瓦的记者会，首先感谢瑞士安排美中贸易会谈，各处的重大进展。双方在会谈中表达互相尊重的态度，根据双方共识，同意在续落来90日内，各调降115%的对等关税。We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a 90-day pause, and substantially moved down the tariff levels. Both sides on the reciprocal tariffs will move their tariffs down 115%. 美中各自调降115%的对等关税了后，美国对中国商品关税，包括香港甲澳门地区，会为目前的145%降到30%；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关税，会为目前的125%降到10%，将为5月14日起实施。根据美国白宫甲中国商务部伫10日所发布的声明，美国会暂停甲撤销4月初2、初8甲初9对中国商品加扣关税行政命令，那中国也采取相对的措施。We enter into a 90-day pause period for negotiations, which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very committed to. And the Chinese on their side also go down 115% to 10%, and they remove the countermeasures that they have in place. 在采取这行动了后，中美会建立机制，继续针对贸易关系进行协商。中国代表犹原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美国代表也是财长贝森特甲美国贸易代表戈里尔。协商会当伫中国、美国也是双方商定的第三国进行。不过，贝森特昨日也强调，美国对中国因为无积极打击毒品芬太尼原料流入美国，另外提悬20%的关税犹原有效。不过强调北京方面展现出积极合作的态度。世界贸易组织 WTO 秘书长伊维拉在伊指出，美中的贸易谈判代表向前行出重大一步。WTO 希望对未来是一个好的现象，同时也强调，当前全球局势紧张，这项进展那是对美国甲中国对全球拢真重要，包括真侪上脆弱的经济题材内。公司新闻警官强编译。台票最近伫咧起敢会影响到这寿险业咧，这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今仔日就表示，这台票起会造成寿险公司避险费用增加，毋过有准备金挺好来应对。那讲到今仔台股呢是收伫咧21129点，起214点，那台票的汇率是30.316块，60.8分。10日会期一个开盘是起价开盘30.29块，盘中要来到30.185，今日收伫30.316，小可落0.8分，结束最近一直起的势面。看这个月初2，台票兑换美金收伫31.064，初5挑战最近的升大关点30.145，所来初6至初9嘛拢伫30至31起落。市场是烦恼即届台票起这么悬，敢会造成寿险公司避险失灵咧？避险方面的费用当然会增加。国泰人寿在4月底的时候，我们的净值比8%，RBC 还有300% 以上。避险是我们每个月都要做的事情，这个费用也是在波动。我们有一个准备金可以做一个会计上的处理。大概这个范围内，我们到目前为止应该都大家还处理的还可以。
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是讲，这10多年来，台票兑换美金的汇率伫27块半至33块中间，这届嘛无超过。伊认为台票升值只是一时，中长期来看无问题。拜一的金融市场股汇脱钩，台股大盘今日收伫21129点，去214点，台积电嘛是起价收伫957块，起8块。12那股汇表现互人关心，美中拜一嘛发表有关贸易谈判的联合声明，双方拢展现诚意。美国会甲对中国商品关税为145%降到30%，中国是甲对美国进口商品关税为125%降到10%。各界拢关心，咱国已经甲美国进行第一轮谈判，未来是不是有机会讲到更较俗，还是豁免关税？美方对我们课的关税应该会比中国低啦，因为其实中国的这个对美国的商品顺差是比我们大很多啦。好，那再加上其实说我们有一些出口品，其实对美方的这个巩固它的高科技供应链非常的关键。专家表示，希望台湾会当甲关税谈判税率设伫10%，也是愈加愈好。总统赖清德嘛捌表态，对美国的谈判爱紧慢有特殊，争取上好的结果，嘛互美台关税谈判变作各产业关心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韩的美军乌山空军基地，一个月初11日举行航空展有对外开放。那美联社的报道讲，有2个台湾人伫咧航空展非法翕美国的军事设备去互掠到。根据着这韩联社的报道，这2个台湾人初10去到航空展违反规定，偷翕美国的军事设施也有设备。这2个人一个是40多岁，一个是60多。因为最近才发生中国人士偷翕军事设施的情形，美军有明确禁止来自中国台湾特定国家的民众入场。根据着报道也讲，这2个人已经去互抓起来了，等咧调查因的动机。咱的外交部也讲，驻韩代表处拢有伫咧掌握，会确保台湾民众应该爱有的权益。中国福建的副美强最近用祖庙的名义来到台湾绕境，本地今仔日呢，搁要去白沙屯参加这邮政活动，说防质疑讲这就是统战，今仔日临时取消啊。这个陆委会是强调讲，事先无收到这副美强的交流申请，若准闪过审查，会依法严格查处。顶头无过落大雨伫西境，红色布条写供应中国专军副美强小虎太虎性格莅临。西境队伍来到新北新庄万代副美强天价休困，气氛热热。中国福建的专军副美强最近以祖庙名义来台西境拜会各地强庙，暗国传出副美强来台无经过申请，互人质疑是宗教统战。本来12一定参加白沙屯妈祖的邮政活动，搁临时取消。还没有直接跟我联络，白沙的委员工的委员也有转述了，那我当然说那个 OK， 既然宗教之礼我们就不会去区分。陆委会证实，确实无收到副美强申请，一清查是闪审查还是假申请。另外，针对政府专案清查军公教人员是不是有领中国证件的情况，陆委会表示，查处差不多37万人了后，2个人有中国身份证，75个人申请期短证，有协助注销身份。37万人完成拒结，其中有2人持有中国身份证，有75人持有中国的居住证。这个数字，我想对大家来说都很震惊。2位同仁，那经过我们的协助，依照我们两岸条例，我们认为是一个特殊案件，所以他可以保留我们国人的身份，协助他已经把注销放弃了。因为某一间学校的教授，大学的教授，伊无。要教伊嘛唔做。如果他不用这个方式，那我们也会请人事主管机关继续跟他请教，他任职的消极资格有没有完成。每一次回到这里都有一种家的感觉。登记伫中国发展的艺人欧阳娜娜进前正式担任江西吉安的文化旅游大使，因为伊演过言论真侪届，互人批评是配合中共对待统战，这届互人聘请赶快引起关心。是不是有涉及到这个违反两岸条例33条之一就是任何人未经政府许可，不得与中国大陆的党政军有任何的合作行为，我们都会进行必要的查处。因为总统赖清德伫要伫5日抗就任满1周年时机敏感，去世前强调，有伫中国发展的艺人选伫特定的时间发表政治表态，也是出现降低国家主权的讲法，会会同文化部进行必要的查处。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中昼这标62线大湖乡路段可能是落雨的关系，这山边呢有大粒的石头连落来，结着2台轿车、1台奥多摆，造成2个人受伤。也因为这个连落来石头呢有100多栋遐尼重，去到泰安乡温泉区的主要车路是无法度通行的。那讲到这阵大雨呢，也让这南投仁爱乡道89线车路崩山，目前也正在抢通当中。比一个查甫人关出真济的大石头，为遍布连落来上大一粒大约有100栋。为空中看连续的大石头挡路，顺利通往苗栗县泰安乡温泉区的交通断站。经乡通过的驾驶好佳在无去夹到，也毋过落来小块石头也抢到石头河，夹到2台轿车、1台机车。我们一经过下车，4个都被吓到脸惨白了，整台车都报废了。车顶冒落的前后挡风玻璃吹起刷灰，黑色轿车迄当时开伫中央，头前骑机车的人快速通过，虽然和细粒石头攻到，也毋过无大碍。后壁这台白车有2个人受伤。驾驶座那个是男孩子，状况还 OK， 副驾驶的呢，那个一个女孩子呢，稍微有点受伤。患者医师清楚胸口疼痛及右腋下挫伤，由大湖911送往大千医院救治。乡公所无排除落石是最近连日落雨所造成，已经通知厂商去抢通道路。是因为昨天下大雨，连续下大雨，所以石头松动。另外，伫南投县仁爱乡道89线内行产业道路，也因为连日落雨，大规模崩起。即摆落雨造成2个所在崩塌，其中一个土石嵌伫大路交通断站。从昨天下午下到凌晨大概5点6点就停了。8、9线这边到目前为止连小车都还没有通啊。当地村长讲，也有其他道路会当驶，只是时间爱用得较久，也较歹行。12早起，天气已经出日头，包厢当然努力抢通道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顶日呢，有人食酒赛车弄死人，想袂到惊透早呢，又过一个食酒赛车的驾驶，伫咧大顺一路弄死一个骑奥多摆富人人。高雄3天内就2件食酒赛车弄死人意外，这酒驾防治恐惊是无够严啊！食酒赛车姓洪的查甫人去互警察扣手铐，佮唔配合，乌被罚休。半暝啊，伊赛车来到高雄高山大顺一路到龙德路口的时阵，撞到一个骑奥多摆67岁查某人，害伊当场袂喘气、无心跳，送去病院救无回来。他这是上班还是下班晚是要回家吗？对，下班。哦。红蓝呼气检测值已达每公升1.2毫克。这个查甫人酒测值比标准0.45加出真济，警方依照酒驾致死等罪嫌移送法办。这是高雄3天来第2件食酒赛车弄死人的案件。采取必须严格执法，用最重的刑责杜绝酒驾，1250班次，针对625处的场所来做路检盘查，我们动用了2555位。市警局要加强处理，民团认为市府对酒驾防治政策有空隙，应该爱跨局处讨论要安怎不破网。地方政府它必须做一个跨局处的配套，比如说他要分析酒驾好发的时间、好发的场所。当你警方在做临检的时候，有没有针对这一些好发的场所去做有效的围堵？民团建议找出专区食酒赛车高风险的场所，配合警方加强处理，才会当发挥更较大的效果。若针对造成事故的场所，嘛爱宣导防止食酒赛车。若准无改善，嘛会当考虑公开资讯，让民众了解。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台中丰原有一间托育中心呢，一个姓陈的托育人员涉嫌虐待囡仔，害囡仔去弄着后哭，而且有几类囡仔后来安尼切来切去，家长决定要提告。初步调查有7个幼囡仔受害，台中市政府当日清查这监视器画面，若真正考到囡仔上当会当罚业者，抑个托育人员虽人60万，而且下令停办。姓陈的托育人员一手救一个囡仔，看起来救甲真强。到边家准备替囡仔换尿珠啊，不过伊煞直接夹囡仔的脚，诱怪囡仔因为安尼倒向下，摔到头壳，倒伫涂骹的查某囡仔，敢若1岁8个月，读台中市丰原区一间托育中心。家长看到画面真心疼，囡仔也陆续出现身心状况。是我女儿都是半夜会咳嗽到会吐的这情形，就连我昨天我抱她，她会突然间的跟我说她怕。
托养中心正是讲，代志发生伫今年3月19到20，不过一直到4月底，内部稽查监视器画面才发现，主动申报社会局办理，细单的托育人员有合格证照，已经伫3月底离职。我将了解，大约有7位囡仔受害。到我们看到监视器的部分，他们才开始就是有不当对待的部分。对。他刚开始就是只是对小朋友比较冷淡啊，可能就是不抱他、不秀他这件事。监视器也翕到有坐伫囡仔坐椅的囡仔，和姓陈的托育人员大力害。小儿科医师警示讲，2岁以下幼囡仔脑部肋骨都还未发育完全，动作严重可能会造成内出血死亡。若无活力，也是食袂落、爱困、头顶情形，都要马上送病院检查。他们颈椎的肌肉还有这边整个关节的部分也都还没有发育的那么成熟，所以其实在被摇晃的过程中，还有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说如果严重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有出血之类其他的问题。后续若查证属实，社会局会依照《儿童及少年权益保障法》裁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家长决定对姓陈的托育人员提告。社会局是表示，当日调案发前后30天的月面比对，若调查了是事实，会当依照二小款法对托育人员和业者分别罚6万到60万。情节严重，会当下令停办，并且公布名称甲负责人的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这垦丁国家公园的梅花鹿，这几年服育是真成功。但年4月到6月是台湾梅花鹿落角的时阵，真侪游客拢会特别来这捡。垦管处也特别提醒讲，伫咧国家公园内面的物件是不会当乱捡的哦，违规会当依照着国家公园法罚3000块。公路用鹿角弄对方，当年4月至6月是台湾梅花鹿落角的时间。有爱人仔伫社群平台分享因最近去屏东垦丁捡鹿角，搁甲炸转厝的经验，伫网络引起议论。下面有看见，可是那边就是属于那边国家公园的嘛，就不应该拿。草埔啊规定的梅花鹿，上显目的就是公鹿啊头壳顶的鹿角。伫社群平台敲找捡鹿角，会发现一寡分享捡鹿角的经验文章，大部分地点拢伫垦丁，有大部分人认为鹿角是家己落落来捡转厝，应该无违法。毕竟是国家公园的，里面的东西应该捡回来都是违法的。鹿角也是掉在那里，让它就是可能通过一些别的生物的一些相对循环，让它自然降解出来就好了。垦管处提醒，伫国家公园特别景观区、甲生态保护区，捡也是采集任何动植物，会当依照国家公园法裁罚3000块。会查清楚大部分人捡的地点，确认是不是违法。捡拾鹿角也涉及到生态保护区自然资源的维护。视同是一个采集的行为，需国家公园同意，违反的依国家公园法，可以处以3000块的罚款。垦丁梅花鹿因为服育成功，族群持续增加。垦管处强调，任何动植物危害拢属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应该留伫原地。提醒游客来国家公园的时阵，除了脚印甲回忆，唔通留也是找任何物品，以免触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足咸的哦，一寡民众呢会乱用这桃园1999专线。今年头一季卡来遮开讲乌白马的通话数超过236点钟，或者工作人员是真困扰，有的人规气是气甲死头路。未来会有这乌名单的制度，希望会当减少这浪费公共资源。199中心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1999卫务中心电话接袂煞，卫务人员无用替民众解决市情的大细项代志，是方便民众的重要管道。不过，根据统计，今年第一季无问市政业务，佮有乌白草甲辣交的电话是有236.6点钟接济，占总通话点钟数1成以上，互卫务人员被卡骂甚至离职。最怕接到就是一些有情绪性的、非理性的电话，这样子。有一些他会打电话进来讲他自己的故事，然后就会一直重复打。比较特别是，他会喜欢挑他喜欢的话务人员去讲电话，他不喜欢的他就会。就是他可能就会想要挂掉，或者是一直打，所以他一天有可能会打到300-400通以上。市府统计分析，今年1月到3月，1999专线卡入来的有62012通，总通话点钟数是2142.7点钟。一般的民众平均一个人会讲4.5分钟的电话。不过，无问市政业务，定卡来的人有23个人，乌白草甲辣交的民众有22人。45人卡的电话有236.6点钟接济，占总通话时间11%。
未来当这些滥用公共资源的民众进线之后呢，我们会先让他进入语音的客服，而不是直接接入话务中心的真人客服，以此来减低公共资源的浪费。针对一直卡黑白底也是来拿地塞浪费公共资源的市民，立法会表示，拄到无理性的民众会先苦抗，针对调工来缴了，影响到电话业务的人，未来会研究黑名单机制，改转去语音客服来降低行政人员的作业负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南最近这公共场所的壁，搁去放乱喷漆乱捽啊！不论是学校的壁，或者是讲主办耍这生活节活动的渔光岛，也拢传出到这款的情形。市政府是回应讲尊重这画图的创作，不过一定爱伫咧有规范的场合来进行，向市政府申请正当的原则。假期一到，台南渔光岛就有侪游客来遮参加活动。不哩个详细看政府伫遮设的告示牌，唔敢若伊尔，佮互人黑白喷漆乱做，连附近电箱、铁棒牌啊，佮有公车站，即阵拢互人画甲满世界。当地里长无奈讲，真无公德心，希望这款乱象会当改善。渔光岛咧办活动，相关单位的给它整理干净。一段时间又有了，我就觉得有时候这些小动作的话，他不知道社会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来维护，我就觉得应该大家要有一个公德心呐。那观光地区尔，电电高雄话健康路墙啊，嘛共款互迫害。好好讲，这边壁倒一段时间就互画一寡，就算有的所在有加装监视器，嘛是抓无人。好好除了换新的电杆，这回公告设计科老师参学生做伙设计，伫这12面墙用5回10有美感的图样落去彩画，看过原本的图，比较雅观、比较丰富的状态。这块墙是涂鸦最严重的，颜色大部分覆盖上去之后，我是觉得有好很多。好，只用2天，而且只有6个人。雨季的关系，我们希望早点搞定哈。它这个也是非常的敏感哈，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短时间内把所有东西搞定，所以我们是非常严谨的事情的规划。安尼状况，台南前几档就捌发生过，当时市府嘛因应措施，亲像开设青年极限运动场等合法的创作空间，因希望创作者爱找适当的所在。公共空间的这些墙面，其实不是属于公部门的管辖范围，就是属于私权的范围，其实都不可以任意去所谓的涂鸦它。或甚至去做比较侵入性的一个破坏。乱做行为多数是事后才互发现，就因为电杆无法度明显翕到，地数较少人报案。不过政府强调，创作嘛爱尊重私人财产，嘛讲若有创作的手法，会当透过正当的管道来向市府申请。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德国、法国、英国、波兰这4个的欧洲国家领袖，车集伫咧基辅向罗西亚提出30天无条件停火，拿出唔正呢，就要来扩大制裁。这罗西亚总统普京伊就提出讲，要跳过停火协议，直接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当面伫咧土耳其会谈。那这项提议呢，11个泽伦斯基也答应啊，不过外界拢认为讲，因可能是讲袂成。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伊表示，希望甲罗西亚双方12日开始停火，然后伊就会去土耳其伊斯坦堡甲普京面对面的进行和平谈判。Україна давно це пропонує. Партнери пропонують. Увесь світ про це каже. Очікуємо на ясну відповідь від Росії. 泽伦斯基甲普京顶一摆面对面的会谈，是6年前伫法国巴黎为结束乌克兰东部战争所举行的4方和平会谈。这摆伊斯坦堡和平会谈的契机，也是欧陆国家领袖施压所促成。德国、法国、英国、波兰4个欧洲国家领袖，切集头一摆伫基辅向罗西亚提出32无条件停火，若无就会采取大规模制裁警告。普京的回应是双方跳过停火协议，直接面对面和谈，也佮讲会谈的宗旨应该控制消除冲突的根源。美国总统川普在伊伫社群媒体发文，呼吁乌克兰应该随同意就结束大屠杀的可能性展开谈判。那安尼，欧洲领袖甲美国才会当看情况有所回应。Мы настроены на серьез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Украиной. Их смысл в том, чтобы устранить первопричины конфликта, выйти на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прочного мира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Не исключаем, что в ходе эт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удастся договориться и о каких-то новых перемириях, о новом прекращении огня.
也毋过实际情况是各方拢认为，这场会谈成局的几率是真细，因为双方的有色立场差距实在上大。像陆方坚持爱考虑无方处理的2022年协议草案，甲乌克兰1/5领土和陆国掌控的事实。基辅是坚持回归1991年的领土边界线，也就是罗伊族群占多数的欧东地区，克里米亚岛拢是乌克兰领土的一部分。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总统川普明仔载要去到中东访问，有风声讲这哈马斯要把最后一个美国人质亚历山大放出来，针对停火协议来讨论。另外，也有风声讲呢，川普的行程当中会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卡达会送伊一台客机当作空军1号来使用。最后一位由原我哋的美国公民人质亚历山大，也是哈马斯用来当作达成停火协议的一部分，并且允准人道救援进入加沙。加沙和以色列已经封锁70天啊。经过一位消息人士的讲法，哈马斯安尼做是为着伫川普访问中东到位进前表达善意。不过，甲亚历山大做伙绑票的以色列人质奈坦赞高克却无传出好消息，伊阿母度过一个伤心的母亲节。שניהם במנהרה חשוכה אחת בלי עוד חטופים. מתן אהוב שלי. ראש הממשלה החליט להקריב אותך יחד עם עוד חטופים. להשאיר אתכם מאחור. 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媒体表示，真欢喜宣布这项消息。亚历山大当转去伊的亲人身躯边团圆。不过，哈马斯在伊暗时发出的声明，并无讲到当时要放人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发声明表示，已经对美国方面知影放亚历山大的消息，希望这有机会会当促成更较侪人质的谈判。川普要伫13拜二展开中东访问行程，并且出席伫沙特阿拉伯举行的美国波斯湾国家高峰会。不过，川普并无要去以色列。根据无签名的波斯湾地区外交消息人士向美国新闻网 The Media Line 表示讲，川普要宣布美国承认巴勒斯坦国，推动建立一个无包含哈马斯的巴勒斯坦国家，并且强调，若真正安尼，会是改变中东权力平衡的重大宣示，也可能吸引更较侪国家加入以色列甲阿联佮巴林关系正常化阿伯拉罕协议。另外，根据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讲，川普政府拍算接受卡达王室送的一只波音747及 B 型的真大只的喷射机，当作是总统座机的空军1号，并且伫卸任了后继续使用。这个消息由美国广播公司 ABC 先公开，这可能是美国政府历来收过上贵的礼物。美国的宪法新修条款是禁止政府官员收来自任何国王、亲王也是外国的礼物。不过，川普计划卸任了后，把客机移交予伊的总统图书馆来审批相关的法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美国商务部主办的选择美国投资各方会测一举行，计共有138间台湾厂商参与，称作年度上界大的访问团。台湾这边呢，这经济部长郭志辉和行政院秘书长蒋明兴拢出席这个峰会。美国官方的这官员呢，伫咧开幕酒会顶头就表示讲，川政府答应讲，互伫咧美国设厂的企业愈来愈勇，而且对美国制造业回流，台湾的投资是真重要的。来看公司国际记者彭主席。 伫咧美国华府报道，美国商务部代表甲 AIT 处长和咱国的经济部长，佮有行政院秘书长徛一排，酒杯旁观观庆祝，因为计共有138间的台湾厂商到美国华府参加10亿起购的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President Trump's 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 underscores the value of our economy, ensuring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the most attractive destina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 the companies that choose to invest in America and build here,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an open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hat will enable businesses to thrive. 美国商务部负责领导国际贸易处长级的幕僚长凯洛基重新强调，川普政府的美国制造的政策。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是强调，在美中竞争之下，川普政府真重视台湾的投资。10 years ago, 80% of Taiwan investment wen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st year, Taiwan investment went mor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And today, we expect Taiwan companies to be just as critical to achieving President Trump's vision for reindustrializing the United States. 也拿台湾领先美国的半导体产业，自然也是重点。去美国参加会议的经济部长郭志辉强调，台美产业会当互补，达成川普对美国选民的承诺。台美产业的互补性及多年来建立的伙伴关系，已使台湾成为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
以及转型的最重要力量。台湾也将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伫选到美国会议内底，台湾仍然是上大团。这届台湾有138间公司来到美国，对川普政府嘛要展现台湾要投资美国的决心。拉近这个贸易逆差都有做了很多的一些讨论。那其中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如果台湾企业可以有更多的台湾企业到美国来投资，我想对台美之间的双方的这些企业界帮助是非常大的。带团出席的行政院秘书长景明欣表示，那台湾对美国出口成长，美国产品卖到台湾，最近几年也有2位数的成长。因那咱国也当咧盘点对美国投资的目标金额，和台湾伫关税谈判手头有好牌。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讲到这上巴世宗文拜六礼拜就要开始啊，不过所有卖奖也伫网络顶头放假消息，讲蒋万安规定讲这世宗文迄天呢，袂当炸台湾的国旗入场，却会当炸中国国旗。警方也伫咧9点钟了后，掠到这位传播假消息姓黄的查甫人。有民众礼拜伫咧面册公开答文，讲蒋万安重大宣布，世宗文运动会场内袂当出现国旗，但是观众若是要炸5星旗是无问题。这篇答文伫咧网络大量互人转达，起赞的速度也真紧。对此，世宗文执委会也赶紧澄清，这是假消息，主办单位无公布这款无影无力的资讯。世宗执行委员会特此严正澄清，仅在比赛与颁奖等正式仪式场域中不携带旗帜，观众席则无限制。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也伫咧答文发出来9点钟了后，掠到49岁有规则文书监考的姓吴查甫人，警方发现伊长期经营面册，伊的卖奖也有11万的卖奖，平常时拢会分享一寡政治相关的言论。这摆伊也承认有打这条无正确的资讯。最后，警方也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来移送法办。经追查发现，该粉丝专页由黄姓民众经营，寻后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1项第5款之规定，移送新北检疫庭裁处。世宗运是世界级的大型比赛，台北市政府希望民众会当甲重点放伫咧参赛者的表现，注重运动精神，莫牵涉到政治、选举、宗教等等的议题。希望大家伫9月17会当入场替运动选手加油。主办单位也强调，这届参赛选手有19位是超过90岁时代。市府希望透过因的精神，感染更较侪人，鼓励大家活够老、运动够老，愈活愈健康。记者陈选曾俊佑台北报道。世界卫生大会5月19要举行，咱国到今拢无受到邀请。这卫福部长邱泰源下晡会带行动团去到瑞士的外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交流。有民间团体呢会组成组团去到现场参加，而且现场也要举办这台湾大游行，邀请国际组织做伙来替台湾参加 WHA。台湾联合国校长会要前进日内外向全球传达台湾的公共卫生、健康管理甲疾病防治上的成果。面对台湾高达游员无得到邀请参与今年 WHA，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启动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定数，并传讲今年会是关键的一年。这座也特别伫日内瓦车站举行健康台湾测典。美国退出之后，其实在整个世界卫生组织里面，更有可能就会被中国所主导。所以，既然被中国所主导，台湾未来更不太可能够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这是我们这一次希望可以跟大家极力的宣扬。举办那个世界公民挺台大游行，那总共有50几个国家，他们会在苏黎世跟日内瓦来声援我们台湾。民团今年也是头一摆邀请国际民间组织来共同参与游行，声援台湾。另外，这段也会拜会欧洲议会，也阁有甲乌克兰非政府组织合作计划。伊个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爱重视台湾对全球健康的贡献，希望也会当有机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的合作，让资讯能够更公开的透明来因应，尤其台湾在健康照护上的表现十分的优异。卫福部也以往例组成世卫行动团前往，有个26暗出发。卫福部长邱泰源顶日表态，会半抗议半呼吁。
对第9摆要正治 WHA 失败感是移顺往来，向世卫秘书处提交抗议信函，是还未有进一步回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麦当劳牵涉性侵的案件，有一个姓李的前主管被指控性侵工读生，正情是无起诉处分。不过，这小女的家属提出再议了后呢，高检顶一日认定专案侦查不完备，发回树林地检署继续侦办。我女儿都已经过世，我们等到一具冰冷的尸体。为什么家一直还可以在外面逍遥法外？这个恶人应该要绳之以法。替查某囝讨公道，拄着为着困难，当场情绪失控。小女家属不满去年发生的麦当劳好亲像涉嫌性侵案，涉案前主管得了无起诉处分。经过提再议了后，即马有好消息。检察官这边想要再重启这个调查，我真的是我们家属看到唯一的一个曙光。我希望说，在下一位检察官可以还我们家属一个公道，我希望说司法可以真正还我们一个公道。唔甘17岁囡仔当青春就自杀，家属上阵查某囝2年外前，伫麦当劳做事，讲予姓李前主管涉嫌性侵，都是囡仔自杀的关键主因。不过树林地检署认定罪嫌不足，已无起诉结案。这届经高检署审查了后，认定侦查无完备，甲专案发回诉检，命令继续侦办。先前检察官都是朝向这个强制性交的方向去侦办啊，而去忽略了掉这个全是性交的部分。这种通常案件并不是有那么多证据去足以去证明说被害的一些相关的过程跟原因，但其实这并不能就是这样子去导向说是两情相悦的这个方向。专讲这件案件欠缺有够的直接证据，按过小女家属的委任律师讲，这种的妨害性自主案大部分是靠间接证据证明，国叫检方唔通疏忽专案，嘛牵涉到权势性交。这届发回了后，犹太检方收到公文，分案继续侦查，唔那刑事调查有新进展，家属嘛无排除提起民事诉讼的求偿。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这做线港平台统计，台湾家庭家务外包的需求是愈来愈多，包括着替人倒粪扫、陪伴是大囡仔，甚至是牵狗仔出门等等。逐个月实际或者是愿意外包家务的，平均一个月是开3065块，其中45岁以上的族群呢，逐个月平均是开5900。关大凯弟仔来到住户的门口口，翕相回报了后，3人的手就甲一包一包的粪扫包好提走。这是卢先生主要的工课内容。一个月以来，收入会当超过真济正一个工课。量不一样，所以收那个价格也会不同。那平均来说的话，一户大概在50块上下。我一天大概可以跑40到50户左右，对。所以我自己目前的收入大概在抓低标3万5。那可能高一点，说4万5、5万都有机会。那家人倒粪扫，根据做线港平台统计调查，台湾家庭家事外包的需求渐渐提升，服务也真多元，包含摒厝内是大囡仔的陪伴，甚至牵狗仔散步、倒粪扫等等，生活大细项代志全面外包化。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时间比较难配合了，有些人可能上班族比较晚下班，那他其实回家之后他就来不及追垃圾车。那也有些人是可能家里面小孩刚出生，所以要花很多时间照顾小朋友。那也有些是帮长辈订的，可能。做线港平台也分析讲，有62.9%的受访者捌考虑或者是用过家事外包的服务，也未来1年以来考虑或者是按算使用的民众是有比成遮济，每个月实际或者是愿意开平均有3065块，这已经真做稳定支出的项目之一。其中45到54岁族群有稳定的收入，佮有好好安排家事意识，每个月平均开5900块遮济，是上有消费力的外包主要族群。然后整个台湾市场，我们目前看到一些第三方数字，大概每年大概有100亿元的规模。那预计大概未来10年内可能到200-300亿以上的规模。现代人工作无闲，唔那摒厝内，特连情绪性的照顾，拢会当提供随人客调整的服务。家事的外包当咧行，那提供更较侪工作机会，工时也有春秋，对中高龄就业真有利。替人做家事，真做真大的商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咱台湾这同性婚姻合法已经6年啊，同志团体早起就公布上届新的民调，讲这身躯边有同志亲友的比例超过4:3。不过针对这同婚相关政策，社会优先度等级的支持度，偏去年受较减少。因为呼吁政府呢，就要强化相关的政策推动。同志
心。大声发口号，甲政府发讲，伫冬季的政策都要增加推动的力头。因为为冬季的团体做的调查发现讲，妇女比有冬季亲戚朋友的比例也高到43.2%。不过，这个民调显示，为社会友善度到同性配偶生囡仔，大部分议题支持度拢比去年较低。整份的民调结果呢，都有微幅的下降的状况，但是这个微幅下降也都在刚才所提的2.98的这个误差范围内，这样。同性婚姻合法化伫台湾都要6年啊，不过根据蔡宏编权大平台的调查，看到同志伫老龄烧金的社会接受度无到6%，比异性恋的8%外较低。因为伫生囝育囝的议题，支持2个女性以人工生殖生育后一代，嘛降低到5%。有民团分析，这跟政府的立场无明确有关系。今年的这个民调的数字上有一点停滞，这个议题其实政府的态度有一点暧昧不明，没有很明确的宣示。对议题支持，甲去年来比并无较悬，但倒是有较侪家长支持囡仔伫学校学习同志教育的课程。不过，敢是当接受家己的囡仔是同志，也是真困难的议题。有大概1/3的人他没办法接受说自己的小孩是同志，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支持跟陪伴，破除一些对同志的不理解。同志团体会伫24日同性婚姻专法实施的这一天，举办同性婚姻6周年的论坛，促进社会深度的对话，让大众会当更加了解多元的性别。公司新闻台北报道。讲到高雄呢，到目前还有9座进行地下道，其中有2座已經封起來無伫咧使用。本地站體說，因為這年限還未到位，就袂當拆。親像這建國路和府前路路口這進行地下道，對6年前封起來了後呢，唔但有人違規佔用物件烏白拼，甚至有人伫咧頂頭設看板。民眾就質疑講，這便便的物件變做是無方便的設施，為什麼唔緊拆咧？民众行过来路口等车红灯，但因为地下道的站体挡伫咧遐，地势伊爱驶出来车路，边仔拄啊好有车挖过来，危险的画面，互人看甲心惊惊。高雄市建国路甲府前路口4角的地下道，因为地方感觉无需要，自2019年就已经封起来无得行，但因为使用年限40年的规定，甲单也无法度拆掉。民众讲经过拢爱驶路，无安全嘛无方便。希望赶快拆掉啊！因为这边是人行道啊，现在封掉就不是人行道了，从门口这边里面走出来，安尼会顶到恁的位无？有啦，加减嘛会影响到啦，像迄嘛拢安尼爱驶过来，像我爱绕过去啦，来贴起来是看着较市容较好啦，啊无遐无作用啊。民众的质疑毋是无道理的，除了阻碍交通，人行道站体附近，佫互人囤真侪粪扫，甚至佫有人伫顶悬踩看板，看起来乱糟糟。干部局表示，针对环境垃圾的部分，会回动环保局来巡查。这个路口的地下道，按算7月初1年过到，就要报车拆除。其实若是有特殊状况，嘛有抽提做法。在尚未拆除前，以协调环保局协助清扫，令高雄上偶人行道、地下道数量9座，已封闭2座。一般情形需达使用年限，若有特殊状况需求，内需经评估及达成地方共识，依程序报会拆除。高雄市目前也有9座人行地下道，2座已经封起来。干部局表示，三民国小头前的地下道112年封起来，但是其中1角的地下道有建案得起，经过申请核准了后，虽然年限也未到，不过已经大型拆掉。记者柯家族赵用高雄仓报道。对今年开始呢，这纽西兰的牛奶进口免扣关税，为了要支持国产的牛奶，这青奶产量排全国第一的中华，对3月底也开始伫咧推动啊。陆龙就表示讲，这外国的奶牛较粗饲，台湾的牛奶品质绝对是有竞争力的。这陆龙也正肯定，这台班拢有牛奶通好啉的政策，那对于学生的营养有帮助，也伫咧培养未来消费者。学生囡仔趁下课时间，一人灌1罐牛奶啉落去。你们喜欢喝鲜奶吗？喜欢。今年开始，纽西兰牛奶进口免扣关税，为着支持国产牛奶，全台湾有不少县市推动特班啉牛奶的政策。中法院嘛为3月底开始推动，提供予国中以下大概9万外学生，每礼拜啉1盖牛奶。彰化本身也是酪农的大县哦，我们大概是养牛只跟我们的产乳量都是全台湾最多的
那自己产业一定要自己救，特别是生有鲜奶，最主要是要来照顾孩子们的营养。为了解决牛奶保存的问题，中华县政府搁再宣布投入665万，协助215间学校建立冰毒设备。罗龙真肯定台湾啉牛奶的政策，但嘛表示进口奶有袂少是提供予手续地、饮料店、机能糕点，那准工课场使用的牛奶，予进口奶取代，对罗龙的影响真大。咱较精致饲养，所以咱的品质是比国外更加好。虽然国外伊成本低，但是伊起来了后，消费者啉落其实是袂惯势。但是生理场，咱所谓 B2B 的，这个量是占咱全部的头1/3的，这电脑可以取代去就减掉1/3咯，所以这个影响是足大的。罗龙表示，国外的牛较粗饲，成本甲台湾比起来天差地。虽讲台湾饲牛成本悬，但是对牛的营养、饲料配方拢顾家真周至。为少牧场嘛引进电脑设备管理。罗龙嘛讲，甲牛奶的品质做出来，这是劳动业永续经营的唯一条件。嘛希望政府透过政策健全国内的农业发展。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伫咧嘉义县专门照顾智能障碍者的绿德儿智能发展中心，这院内要到100位医生甲工作人员。最近着民间的基金会呢，提引起一个300平的温室，提供各种健康的食材，要或者医生会当透过实际做餐的体验，去学到这真正的物件，也个自我的肯定。300平温室有汤丝仔菜、蚵仔白菜等等无同的青菜，入口的所在，佫有写着每个月会当收成的青菜。落地伫智能发展中心的董事长讲，遮种的青菜拢无用药啊，毋但会当互医生食，佫会当替基金会来省钱。青菜一工一个人食20块，一工爱2000块，一个月就基本上爱6万啊。那我是希望讲会减轻一寡经营的压力，靠一寡其他的收入来平衡一寡缺口。嘉义县面向的落地儿智能发展中心，拢一直咧照顾身心障碍的人。中正法慈善基金会为了要减轻因经济的负担，专业关注落地儿来起经营温室，希望替内底医生若提供健康的食材，也替因打造合适的环境。热心来帮助这身心障碍这个朋友所以阮就是发挥阮家己小小的力量，这个建设的这个经费拢总300万阮都有甲赞助。阮大约有20个左右会当来遮，重度的都无法度。阮的小朋友会当来种菜，会当身心调节，会当互伊学习工作的机会，会阁互伊会得到迄个一寡成就感。落地儿教育基金会表示，庇护工厂生产一款伴手礼，销售的状况无讲介稳定，希望透过温室友善种植的青菜，替基金会增加收入。未来若是经营有成果，嘛会暗算为这方面来发展，希望替医生未来的生活提供更较稳定的照顾。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讲到这金州站英国石龙柜的弹条，这中兴大学生命科研究团队发现讲，这金州站的纤维经过处理了后，会当变做是泡面含绿色建材，唔那无毒，而且佫有隔热甲防止溶掉的效果。对地下每一枚，这拢是破碎烘干了后的金蕉果树身，过去互当作农业废弃物，弹掉了后，真有可能造成虫害，抑佫有污染。不过，国立中兴大学森林系经过2年的研究，发现金蕉果树身内底的纤维加入硫酸液化处理了后，会当转做新一道元醇，会当制作 PU 布泡体做绿色的建材。到甲金，其实我们依照纤维的尺寸来说，有长纤维跟短纤维。那短纤维是就是最没有用的，对。那其实也可以看到它现在慢慢越来越细，到时候会呈现黑色的，会显在那边那个样子。PU 布泡体就是泡棉，传统建材大部分加添甲醛，金蕉果树身制成的 PU 布泡体，毋但天然无毒，隔热防冻的效果更较好。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台湾每一年金蕉的产量大约35万吨，99%以上内销，大约生产出100万吨的果树身。中兴大学森林系的学者评估，若全部投入绿色建材，会当产生600万吨的新一道元醇，通应付台湾建筑产业的需求。在建材部分，我们可以用在轻质板材或者是衣柜。像轻质板材来讲的话，可以使用在天花板、一般的汽车坐垫或是沙发坐垫，然后还有其他的缓冲的材料、包装材等等。目前金蕉果树身转换的新一道元醇，已经知影会当用伫咧建材当中的泡棉、天棚、沙拄仔，抑佫有桌面。
未来阁会当应用伫咧汽车椅子碰椅、进出口肥仔包装等材料。这项研发最近也推到绿色化学创意比赛，大专组金奖，也带来农业废弃物变建材的新观点。公司新闻综合报道。2015年，万国设计周有陪着台湾团队去参展，展示台湾的台湾文化，不只是介绍台湾地气味和食茶文化，也找出到台湾和泰国地米这进出口的历史，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2025年万国设计周有真侪台湾人参加展览，台湾地文化推广者郭顺尧就是其中一位。伊伫万国开一间专门介绍台湾茶的茶馆，国家边爱发展中药房合作，设有汉方元素的茶，甲泰国人介绍台湾茶的特别风味，把它发展成一个走读的导览之旅。无论是泰国人、台湾人自己能够再次去重新回忆以前那一段台湾曾经出口很多茶叶到泰国的这段历史。台湾自日本时代开始出口茶米去泰国，到即马伫万国的老城区也是能看到台湾茶。万国的有机茶园自1899年伫咧福建开始成立万国式销售点，二战结束了也伫台湾的大稻埕开店，即马也搁伫咧万国卖台湾茶。郭顺尧带游客伫老城区探索这段历史。越在地越国际，那我个人是非常深信，因为我觉得唯有我们先了解在地，我们才有办法去推广国际。另外，伫咧万国活耀华日落的商户内，路边挂的拢是当地居民甲泰国艺术大学学生共同创作的手工歌灯，也搁伫咧社区内面办跨东南亚的设计师论坛，台湾7.0贵舞派甲指导教授共同规划。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students there to participate the design events in any other manners like organizing the exhibitions, organizing an art talks, or showing their artworks. Yeah. 贵舞派也接为另外一项展览，富富永续。伊伫泰国几多年接触真侪东南亚的华人，因到即马一个保留老一辈华人文化，所以邀请无同国家的艺术家，甲因的成长经验融入作品。然后我在泰国还有就是马来西亚这些年遇到这么多华人，其实我后来觉得他们也是一样嘛，他们讲的是下南洋。对我来讲，虽然是时空变换，然后空间的维度也变换，但是讲的是同一个故事的。My work, the name is Wuyayarara Chair. Is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pattern woven fabric. I use the ethnomathematic concept to extract the geometric pattern, and after that I combine again. 伫咧万国设计周，甲台湾茶文化一个华人的文化融入设计，也和无同文化伫咧无同的城市之间交流，和泰国人看到台湾的多元面貌。公司国际记者牛德山，泰国万国采访报道。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0度到3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9度到3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9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0度到2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